對於土地問題，講來講去都講到頭痛。公屋制度的缺陷，大家都知，但是我們黑頭髮黑眼睛，血濃於水，黨就好像慈母一般照顧我們所有需要。沒有祖國，我們水也沒有得喝，飯也沒有得吃的這些情緒，比常理更加刻骨銘心。對於建制現狀的不滿，大家都有，但是就算想到問題的解決方法，卻只會覺得無用。我想強調，我用建制這詞語，並不只包括所謂的立法會建制派的議員。我指的建制，是代表大家已經默默接受了的生活方式。如果滿意，當然無問題。但是有幾多人對於今天社會感到滿意？好像印錢思想，經濟好，印錢；經濟差，更加印。明明印錢導致樓價泡沫，但有幾多人可以指出世界各國中央銀行才是罪魁禍首？又好像立法會其中一個最易認，常常穿着捷古華拉 T 恤的梁國雄議員，雖然他愛用革命推翻政府和建制的馬克思主義，但是撇開思想，在現實中，他自己就最代表了自己想推翻的人。一個人10多年一直接近100萬元年薪，但卻厚顏無恥地霸着自己的公屋單位。每次有人挑戰他，包括獅子山學會多次對他的質問，他就回答：對哦，我就住在公屋，是合法的，只差在沒有說句吹咩，長毛根本就代表建制。我戴頭盔，重申我不只針對長毛，雖然他本身左膠，但問題是他100萬元年薪，毫無必要霸着公屋。我們認為所有可以負擔自己租樓的人，都應該立即被趕離公屋制度。我們的公屋交換，並不會將所有問題解決，整個計劃目的是將公屋問題逐步減少。如果將公營住屋制度完全私有化是最終目標，那麼單位交換就會是今天踏出的第一步，立即改善問題。非常慶幸，房委會在幾天前公布打擊公屋富戶的方案。房委會建議全面更改公屋富戶制度，一改以往的雙軌制，即收入超逾額限的3倍和資產超逾限額的84倍的住戶才需遷離公屋。現在提出的方案改良成為公屋戶的收入或資產限額其中一項超出一個更高水平，例如收入超額多於5倍或資產超額100倍，便須立即被趕離公屋單位。新政策亦要求擁有私人樓宇的住戶，必須立即交還公屋單位。雖然有常理的人都會問，為什麼不是一早便這樣做？但是好的政策遲到好過無到。獅子山學會一直採取對事不對人的態度，但是新政策實行後，長毛就會被踢走。他霸着的單位可以讓給劏房戶，這不是要慶祝的好消息是什麼？所以對於房委會這次公布的計劃，我們極度歡迎。我們認為大力打擊富戶，除了可以逐步釋放成千上萬的單位給有需要的人，亦會加速單位流轉，令公屋制度恢復原本應有的性質，就是一個幫助有房屋需要人士的制度。當然，這個政策解決不了比土地問題更困擾香港的中港矛盾，所以房委會下一步應該將這個新的資產收入限額制度包括香港外的資產，以防任何新移民剝削香港重要資源。而他100萬元年薪，毫無必要霸着公屋。我們認為所有可以負擔自己租樓的人，都應該立即被趕離公屋制度。我們的公屋交換，並不會將所有問題解決。整個計劃目的是將公屋問題逐步減少。如果將公營住屋制度完全私有化是最終目標，那麼單位交換就會是今天踏出的第一步，立即改善問題。非常慶幸，房委會在幾天前公布打擊公屋富戶的方案。
房委會建議全面更改公屋富戶制度和建制的馬克思主義，但是撇開思想，在現實中，他自己就最代表了自己想推翻的人。一個人10多年一直接近100萬元年薪，但卻厚顏無恥地霸着自己的公屋單位。每次有人挑戰他，包括獅子山學會多次對他的質問，他就回答：對哦，我就住在公屋，是合法的，只差在沒有說句吹咩，長毛根本就代表建制。我戴頭盔，重申我不只針對長毛，雖然他本身左膠，但問題是，對於土地問題，講來講去都講到頭痛。公屋制度的缺陷，大家都知，但是我們黑頭髮黑眼睛，血濃於水，黨就好像慈母一般照顧我們所有需要。沒有祖國我們水也沒有得喝，飯也沒有得吃的這些情緒，比常理更加刻骨銘心。對於建制現狀的不滿，大家都有，但是就算想到問題的解決方法，卻只會覺得無用。我想強調，我用建制這詞語，並不只包一改以往的雙軌制，即收入超預額限的3倍和資產超預限額的84倍的住戶才須遷離公屋。現在提出的方案改良成為公屋戶的收入或資產限額其中一項超出一個更高水平，例如收入超額多於5倍或資產超額100倍，便須立即被趕離公屋單位。新政策亦要求擁有私人樓宇的住戶，必須立即交還公屋單位。雖然有常理的人都會問，為什麼不是一早便這樣做？但是好的政策遲到好過無到，包括所謂的立法會建制派的議員。我指的建制，是代表大家已經默默接受了的生活方式。如果滿意，當然無問題。但是有幾多人對於今天社會感到滿意？好像印錢思想，經濟好，印錢；經濟差，更加印。明明印錢導致樓價泡沫，但有幾多人可以指出世界各國中央銀行才是罪魁禍首？又好像立法會其中一個最易認，常常穿着哲古華拉 T 恤的梁國雄議員，雖然他愛用革命推翻政府